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日咱要介绍的是农业局要讲的主题是虱目鱼的这个文化季。这部一开始呢，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来看我们学甲的优质的虱目鱼养殖，这个是一个健康的养殖，透过健康的通路，能够达到消费者国内外的消费者的手中。那我们知道台南是全台湾虱目鱼的最大产地之一，而学甲是台南的虱目鱼产地里面的重要产区，因此我们觉得能够透过一个比较有效率，而且这个不是高密度而是低密度的养殖，反而能够让我们的虱目鱼更健康。那透过一个健康的一个这个处理的科学的处理方式，那透过一个冷链系统，然后这个由这个最好的一个通路能够到达消费者的手里，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确保我们有名的台湾的虱目鱼能够吃出健康，而且吃出美味。更重要的，我们现在开始积极拓展外销还是以中东穆斯林地区这个为主那这样子的一个拓销，一方面得到哈拉认证，也就是穆斯林认证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这个针对有将近8亿人口的这个穆斯林世界里面，能够有一个有效的这个拓展新南海。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如果真的通路能够继续拓展的话，我相信两成的外销这个数量一定是不够的，一定是会有更多。那虱目鱼它的营养价值的美味，其实也要这个让消费者能够知道如何料理，如何处理。最终如果能够这个变成一个处理好的虱目鱼经过我们的处理好的虱目鱼，那能够到达消费者手里，只要拿去微波或拿去这个加热一下就可以处理的话，那这样子会更好。因为有时候有些消费者他不会料理，他知道虱目鱼很好吃，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会做出这么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冻的或者是熟食的，我们都希望说把这个虱目鱼这个最好的产品能够达到这个透过最优质的通路，达到最好的消费者手里。讲到这沙白鱼啦我印象当中小时候有一个足温馨的故事就是我细汉的时阵若是到暗时要困的进前，我妈妈拢会烹一锅迄个沙白鱼，比如讲伊炖羊衫啦、炖蛤蜊啦还是炖当归啦那么对阮来讲迄是一种幸福的滋味，因为伫迄个时阵呢，我们全家大小就聚在一起我妈妈就开始一块鱼安尼分做几六节啦有的鱼头，有的鱼壳，有的鱼尾迄个当然啦，迄个鱼的迄个巴肚迄个部位拢是我甲阮妹妹，因为阮两个上细汉所以阮两个食上好。那么鱼尾甲鱼头，当然就是妈妈留咧食那么我去想到这个故事非常的温馨那么咱细汉足侪人拢是食沙白鱼大汉的，到这个时阵呢，咱的餐桌上嘛时常拢会出现这个沙白鱼那么伫咱台南客家啦，或者是七股、将军这附近啦那么咧养殖这个沙白鱼的人真侪那么这几当呢，咱的这个虱目鱼嘛，佮外销去到其他的国家，比如讲去中国啦或者是讲咱附近的这个国家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除了讲咱的渔民因真认真咧一直咧算讲研发咱的这个沙白鱼伊的品质愈来愈好以外，咱台南市农业局咱渔业科这部分呢，因嘛是真认真咧帮助咱这的这个渔民甲咱的这个沙白鱼给推广出去，而且呢佮希望讲会当研发更较侪咱的这个沙白鱼伊的这个再制品，那么咱的这个
渔民吼，因会当增加因的收入吼。那么每一冬啊，到的这个季节，差不多10月份左右吼，就是咱沙白鱼丰收的这个时阵嘛，是盛产的这个时阵啦吼。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咱市政府农业局呢因为着要来推广吼，咱这沙白鱼的文化，所以呢来举办一个沙白鱼的这个文化季啊吼，而且活动。那么咱今仔日邀请到咱渔业科的科长吼，咱吴国林科长，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介绍吼，咱这个活动。科长你好，袁姐你好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讲到这个沙白鱼的这个文化季，咱台南市咱的农业局家吼，已经办足侪档的这个历史啦吼，所以对着恁来讲吼，这是算讲吼，少人啊人。熟练的一个工课啦吼，那么是不是先介绍的咱这届吼，这个虱目鱼文化季内底这个内容？甲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吼，因为咱这个虱目鱼节活动吼，咱按县市合并过吼，已经办到今年是第10年啦。哦。所以吼，咱有这个几年这个累积的经验吼，所以阮一定办甲一定做了解讲，什么才是咱迄个。咱的渔民朋友，也是讲是咱的消费者伊需要的吼。那阮今年办的吼，和去年的差别就是讲，去年吼，阮是以游，就是去佚佗为这个主体吼，带咱的消费者去咱的产地，去咱的渔村啊，去咱的渔湾啊，去体验咱这个沙白鱼的这个活动吼，来互大家来熟悉沙白鱼。咱今年吼，咱改变一个主题，咱以食的食吼，以食这个为这个主题吼。阮就是规划伫咱按10月初9，国历的10月初9吼，即刚开始吼，再来连续5礼拜，咱逐礼拜会由一区吼来办这个以食为这个迄个主题的这个活动，就是要邀请咱各位迄个。观众朋友吼，到时阵拢会让来甲咱总共分做5区吼。第一区是按客家开始，来北门、将军、七股、安南5区，所以就逐礼拜有一区来办。邀请咱第迄礼拜就会让来迄区来体验到迄区伊所为咱准备咱做好食做特别伊的特色的。虱目鱼的美食，嘛有相关的这个食鱼教育，互咱来到现场来了解咱台南沙白鱼的这个文化，嘛会当帮咱来推广。是，算讲吼，咱以前以佚佗为主啦吼，而这个路线来咧销售咱的这个沙白鱼，这个是以食啦吼，就是讲做主题，有5区5个主题。那么这5区吼，我咧想因即马开始吼都卯足劲啦吼，大家吼一定用希望讲伫这5个礼拜内底吼，会当拔得头筹的，咱讲甲因的这个算讲因的沙白鱼吼销售到上介好吼，所以。因每一区，你讲5区嘛吼，是毋是吼？甲咱介绍一下这5区因敢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因其实即阵讲的，这算是一个秘密啦，要互大家吼，到时阵他来咱这5区来去体验，去来了解讲咱这特区伊的特色料理吼，是个咱按保密一下。嘿是。那么吼，比如讲吼，咱一礼拜一区嘛吼，敢有讲吼，一定。来消费的人，伊一定要有一个金额，比如讲，人讲什么最低消啊，吼，因来遮5个这个地区，敢有讲什么低消，还是讲有什么特别讲，在这个所在消费的，是毋是吼？透过咱今仔日节目，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介绍。伊无一个最低消啦，主要就是讲嘛是要邀请嘛，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吼，大家拢会当来现场，会当来。品尝咱遐上特别的这个料理，沙白鱼料理，嘛会当来了解咱规个渔村的文化吼，规个咧体验并无一个低消欢迎大家，拢会当做伙来。像咱即马中央政府吼，伊有发即个3倍券嘛，佫有一个叫做农游券啊吼，伫即个当中拢会当来消费。用这个3倍券跟农游券来购买嘛吼。那么伫这个当中，咱敢有讲用这个3倍券还是农游券，较互民众有一个，咱就讲吼，人讲有价有量嘛吼。3倍券加这个农游券是毋是伊来遮购买时阵有啥物优惠无？
应该讲，其实现场一定嘛，拢有相关的这个摊位，摊位伊会推出伊家己的促销的活动吼，所以咱有可能咱的3倍券的农油券，伫伊迄个现场，会让以愈优惠的价钱来去买到，咱实际上卖咱这个相关的沙巴里的这产品。就是讲吼，因若是摕这3倍券来，还是摕农药券来消费的时阵吼，还是吼咱各摊位吼，拢会想办法，因为想要留这个，所以因会用一寡吼这个较优惠这个方式吼，咱的民众吼摕咱的消费券甲3倍券来使用啊吼。那么这5区当中啊吼，因若是讲来种咧算讲咧饲这个沙巴鱼的这个当中，5区品质。都差不多，还是讲有各有特色。因为其实咱台南的沙巴梨吼，主要都拢饲伫海边啊。是。因为这5区主要就是拢挖近海的。对。所以咱的沙巴梨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海，所以是咸水。第二个是咱饲的吼，咱是算叫做浅平式的养殖。浅平式就是讲咱的水吼放较低啦，咱水无遐深。所以咱相对这个面积吼，饲出来这个量，比起来就较少。是会是安那边呢？放较少，比如讲，所以伊伫共款这个面积内，伊若是这个量较少，当然伊会让互这鱼仔活动的空间就较大嘛。所以伊个咸水，所以吼，伊这就像迄种迄个肉鸡含饲料，迄个土鸡含饲料鸡的差别嘛。所以其实伫咱台南所饲出来这个沙巴鱼吼，伊的肉质就是加较结实吼，伊的口味嘛是加较迄个甜美吼。所以伊实际上含别个所在，若是迄种深窟饲的吼，用饲料做者饲料饲的，那是无共款的。其实伫咱这5区，因为头讲的，伊主要拢是伫海边啊，所以伊大概饲出来的品质拢是类似头我讲的这种迄个肉质好，佮兼伊的肉佮清甜的，会有这种特色。所以吼，就是讲，因咧饲鱼啊，这个渔民吼，因一直研发啦，吼，因一直去研究看吼，什么种的方式，吼，咱的这个鱼啊，吼，人家讲味美吼，又肥大吼。我还记得我细汉吼，食沙巴鱼一尾差不多才大尾呢。现在迄沙巴鱼一尾才大尾，哇，那好大一只吼！我感觉吼，即摆这个渔民吼，真正吼，甲农民相像吼，因迄个种植啊，还是讲吼，咱咧饲鱼啊，这种吼养殖的这种迄个技术吼，真的像就是一工一工吼咧增加这个技术吼，因这个技术吼真的是吼，但是吼，互咱感觉讲吼，因起来是吼，伫这方面吼研究啊，花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啦吼。那么这几档啦吼，咱台南市吼，就是讲咱这个沙巴鱼吼，伊的整个的状况是毋是吼，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我大概报告一下吼，咱迄个台南吼饲的沙巴鱼的面积吼，差不多4700公顷，伊的量吼差不多28000吨啊。咱的产值吼，咱是达到23.5亿啦。无论是面积啦吼，还是产量，还是这个产值吼，咱拢是全国第一啦，咱差不多占一半。所以大概讲吼。咱若市面上食的吼，买2尾沙巴鱼吼，有1尾就是台南生产的啦。算一半的量拢是咱台南生产的沙巴鱼。是。头仔佫有讲过来讲，咱台南的沙巴鱼和别位无共的，就是咱就是拢种浅平式的咸水养殖吼，为多数吼。所以咱饲出来的沙巴鱼，就是和别个所在的迄个规个肉质和风味拢无共款吼，所以特别好食。所以嘛，要迄个欢迎咱所有观众朋友吼，若是有机会，一定要来试一下台南的沙巴鱼。其实吼，讲到沙巴鱼，我都讲很温暖的原因就是安那，因为我细汉都会种卡吼说实在，阮家毋是种田啊吼，可是我爸爸有一段时间吼，伊嘛教人去种沙巴鱼，所以吼，迄段时间吼，我对沙巴鱼吼，有时候很亲近啦吼。迄个时阵呢，我们家吼有一个渔翁吼，渔翁那内底就是种，就是是这个沙巴鱼吼。我会记得吼，到夏天的样子吼，迄阵都棒球吼，打棒球的这个季节吼。若到打棒球的时阵吼，
哦，迄天吼，伊就会掠足侪沙白鱼起来，然后呢，因为去看棒球，拢来半暝啊，啊，然后呢，我妈妈就会把那个沙白鱼去煮啊，比如讲煮米线啊，煮足侪种的料理然后我们就一边吃沙白鱼一边看打棒球，所以我讲是安那这个沙白鱼互我有这个幸福的迄种感觉就是安尼那么以前啦咱咧食沙白鱼，当然啦去菜市啊买很简单，但是现在有足侪拢是去超市啊还是讲像即马全联也有很多这个沙白鱼啊。我先来讲就是讲，这现在有一种叫做产销履历啊这个产销履历就是互咱知影讲这个鱼啊那像咱的身份证小像咱身份证顶悬有写我是台南人啊我住伫什么所在啊以前我会记咱的迄种身份证还有写血型即马就是讲咱的这个产销履历会甲咱直接买沙白鱼做一个介绍，安尼嘛，互咱伫民众比如讲伊去超市咧买的时阵，他知道说，这只鱼这只沙白鱼伊是伫倒来，咱这只鱼啊，若是讲去到台北，伫台北的民众消费者去买到咱台南的这个沙白鱼的时阵，他也知道说这个沙白鱼伊的产地是什么所在。那么伊若个对这个产地伊有一个信心的话，那么伊咧买的时阵他就那个信心就会加更重嘛那么是不是这方面我在想，咱渔业科咧推这个产销履历的时阵，应该嘛是有一个规定，还是讲加认真伫这当中，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我讲的这个产销履历我主持人讲的，伊就是类似这个农渔产品的身份证。对对对。所以就是讲，你这个产销履历就是按咱这个规个鱼啊，咱生产的过程咱按怎饲，过来伊饲料，伊的包装个兼伊有用药啊无？用什么药啊？停药是偌久？个到伊后壁伊的通路要销去对搭，伊这规个过程伊拢有做一个履历的记录。尤其这个记录是佮经过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严格，并不是讲你家己讲的，讲我有人替你把关啊，就是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帮你把关。所以这个把关了后。只要比如讲，咱若是看到有产销履历的物件，咱即摆消费者，咱 QR code 大家扫落去，伊就来我甲你显示讲，我即尾鱼啊是按对来的伊的规个过程像饲的，伊有用药啊无，种种的资料拢有法度伫顶悬显示，所以会让互来买的人伊就感觉讲有一个安心的保证咱即个食品安全即摆大家拢足重视就变伊就较有即个信心，所以其实。阮推动这个产销履历上，即马咱这个沙白鱼以阮这辅导的总共一定有75户，一定有来申请这个产销履历验证啦当然，这个产销履历验证会对咱这个渔民朋友会有啥物好处呢？第一个就是增加咱这个咱家己这个物件的这个辨识度，互咱的。顾客伊会当认为呢，比如讲我今仔食了你的物件好，我认为我得让来找我得让找到，这第一个好处。第二个是会让增加咱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因为咱这个产品是经过头我讲的伊经过伊的规个过程，拢有人来帮咱把关，来这验证过，所以相对的伊就是一种较有品质、较有竞争力的这个物件，所以伊嘛伫咱的市场上应该让。为了一个较好的介绍，对，所以有大概有这两个好处，所以咱嘛要鼓励讲，咱的渔民朋友，咱相关，无论是沙白鱼，还是咱相关的所有的鱼产品，拢会当我来申请产销履历来提高咱家己这个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和这个品质。即马网络足方便的很发达啦有足侪人拢透过这个 LINE 啦，是讲靠 FB 啦透过这网络的这个。传来传去有当时咱会伫迄网络顶悬像我有当时要看咧来内底有迄影片讲迄个，比如讲好像是从中国迄边，迄鱼啊他们这个过程内底放一寡有诶无啊，是讲该注射啦，或是讲放一寡不能吃的东西啦那么咱看到迄影片的时候，咱头拢会心惊胆战啊，拢想讲哇，我当开啊，我今仔去菜市啊买鱼啊的时阵毋知去买到迄个买鱼啊食落去巴肚是不是互咱安心？但是拄仔咱课顶咧讲的时阵这个产销履历就是算讲替咱消费者像我今仔日我毋是咧卖鱼的人我是
买鱼啊人。那么吼，我有这个产销履历的时候，我去看了我知影讲，这尾鱼啊伫叫做来，然后伫整个伊的养殖过程，像拄仔咱科长咧讲的吼，伊放什么饲料吼，这个中间有什么过程？我们都是透视的，虽然咱毋是伫迄个所在看伊饲，可是这样子的话，咱算讲吼，嘛直接吼，已经知影这尾鱼啊吼，伊饲偌久的时间，这大时间内底，伊所食的物件是啥物物件吼？伊有啥物问题？那么咱拢清楚啊。那么对着咱消费者来讲吼，伊互咱食落去的时阵，咱会感觉安心啦吼。那么对着你头拄仔讲的吼，像咱的鱼民来讲，人啊对你安心，人是毋是后摆啊吼会搁继续甲你买吼？那么你后摆啊你要卖互消费者的时阵，你的即个通路吼，无定着你会卖无够吼。算讲吼，人对你有信心，人就想要甲你买嘛吼。人啊对你无信心吼，人根本就吼。一概就惊着啊嘛吼，所以吼，这对着双方面吼，拢是一个吼，这个安心有这个信心，而且下句咱科长阁有讲哦吼，因为伊的这个认证吼，毋是咱渔民家己写着准证的，是还阁有第三方吼，算讲政府的这个单位帮伊做把关啦吼，所以吼，咱的消费者有看了这个 QR code 来这个资料的时阵，咱咧食的时阵应该是吃到肚子里面吼，我们都很安心啦吼。那么就是讲。我讲的吼，咱从细汉吼，我着拢食沙白鱼。那么这沙白鱼吼，料理当然做侪种啊吼。比如讲，咱拢知影鱼肚是大家上爱食，因为鱼无刺嘛吼。伊的开只呢，迄刺足侪，密密麻麻，有时候吃了不小心佫会去插落鱼刺。所以吼，咱有阵时咧煮的时阵吼，咱嘛会根据吼伊的部位吼，做无共款的这种料理啊。像我知影迄开只呢，着足侪人吼，起来熬汤吼。比如讲囡仔细汉的时阵吼，他还算讲袂晓食饭嘛吼，着熬粥吼，因为卡只尔伊的营养成分很高，用迄卡只尔去熬粥互囡仔食。是讲吼，有人吼，像我嘛都爱食鱼头的，我记得我最喜欢吃的是鱼头里面的鱼眼睛啊。那么各部位咱有人介意的所在，那么吼，咱各部位伊这种料理的方式啦吼，佫有伊的营养价值吼，是毋是嘛？甲咱的乡亲朋友吼介绍一下。我用这张图介绍一下。科长真的是，这个头有讲的，这里画啊，这阮董事长。好漂亮。就是讲，其实这位迄个沙巴里吼，伫咱台湾吼，其实吼一定变讲是一个全鱼料理啦。对对对。伊逐个所在吼，拢有法度去利用，拢有法度食吼。咱即摆简单介绍者，就像这个鱼头的部分，头讲的，除了迄个目睭遐吼，伊边仔有一个胶原。胶原蛋白吼，当然，这个鱼头来台南，咱可能主要是甲用做一个用卤的，比如讲卤鱼头吼，咱若伫早顿的时阵，就做者拢会当食。咸青鱼头，对，拢会当食到这个料理。头仔讲的这个鱼架呢，就是咱鱼背肉的部分吼。当然，其实迄个所在吧，应该是上这个鲜，而且鲜美鲜甜啦。但是因为刺上济，所以呢，一般吼。迄个部分，咱一般到尾啊，拢是来甲做成鱼丸，还是做鱼酥、鱼腐，迄种材料，主要拢是以部分来做吼。算加工而是。对，主要做用来做加工。有话是若像个鱼领，话去甲煎哦酥酥，其实嘛是一个下酒菜的一种物件吼。过来讲的就是这个鱼肚，这个鱼肚就是讲算是这尾鱼内底上有价值的嘛。所以这个鱼肚的料理一般就是拢用煎的，用煎到香香，其实就是一个做好的料理啦吼。那过来就是这个鱼皮，鱼皮其实伊嘛是有满满的这个胶质，所以上这个上简单的，咱拢做，比如讲做鱼皮汤啦吼，这相关的，所以这嘛是一个做有价值的物件。过来鱼骨。一般头讲的鱼骨，咱就是会当甲控汤，控汤，比如讲会当互囡仔伊副食品，比如伊若是要成长的时阵，伊需要营养分，拢是按这个鱼骨控汤才来做的。其实这主要想要来甲来介绍一下，有一个所在叫做鱼肠啊。好，刚刚我忘记了。这个鱼肠啊，吼，其实煎起来香香的。你若是去台北，你一定食无。因为吼，这鱼肠啊，大概新鲜，伊才有法度通来料理吼。你若送去台北，其实伊就一定算是比较腐败。对。所以这是，比如讲是产地特有的煎鱼肠啊，这是一个足香的，算是一个老饕吼，老饕叫我都食得到的一个料理吼。所以其实台南的一个沙巴里有遮侪种的这料理方式吼。
咱嘛要邀请大家吼，会当来台南，会当来食一个这个虱目鱼的全餐啦。对，好多你讲鱼肠啊吼，我就咁讲着啦吼，我就讲一个担吼，有当遐一个担，我看下卖沙白鱼哦吼。就好多你讲的鱼头一个部位嘛吼，啊鱼肚一个部位啊吼，啊鱼肠啊，像那个鱼肠啊，真正你若去迄个沙白鱼店吼，就是人家专门做那个沙白鱼的料理的时阵吼，你晚一点去了，真的没有。无鱼肠啊很好吃嘞哈啊，那个鱼肠啊就像你说的啊，煎到胖胖也很好吃啊哈啊，把它煮成汤也很好吃啊哈啊，所以各部位拢有伊的这个营养价值哦。我会记得我有一盖那个煎鱼肚吼，那时候太年轻了不懂哈，唔知迄煎鱼啊没干，结果我鱼啊开了个蛋落去哈，哇那个油整个喷起来，我这规个哈那个。好久好几个月那个疤都在哦哈，后来我怎样讲？因为我妈后来跟我讲说，要煎鱼肚吼，爱个鱼仔来睇咧，油脂的那个要先下去煎啊，我这样讲啊，我就唔知影，我就开落去啊，哦，那像要爆炸咧吼，油拢喷起来。那么哈，讲到这个鱼，这个沙白鱼哈，我在想，有咱乡亲朋友哈，跟我一样啦哈，就是说。冇做侪回味啦吼，那今仔日咱咧讲到这个沙白鱼的时候，我知影讲吼，沙白鱼伊好多你咧讲的各部位都可以吃，都很有营养价值。啊，咱的这个鱼面吼，伊嘛有去研发啦吼，研发更较侪这个副产品，然后像古早咱食的沙白鱼丸呐吼，这个鱼酥，这拢是咱以前的拢知影啊。今嘛佫有较先进的吼，这个方法是不是？请科长甲咱介绍一下。因为咱沙白鱼除了咱生鲜来食吼，咱即摆有拢开发做者即种加工品啊吼，像咱本来是种上了解迄个鱼丸啊吼，还是迄个虱目鱼香肠这，啊即摆都过来就比如讲像鱼罐头，还是鱼酥，这嘛拢大家拢原来知的。啊若比如讲若是迄种休闲产品，比如讲有做成沙白鱼的即个蛋卷啦，还是迄种。类似虱目相思哈，相思，对，类似相思。啊，个另外就是讲，这个元气，这主要就是用沙白鱼骨含鸡啊，它以做伙来控成汤，所以这个物件就是类似头讲的那个会当互咱的小朋友老大人，对，老大人吼，伊会补充伊的营养成分，算是做好的这个食物吼。啊，遮个有一尾吼，这尾要特别介绍一下，这尾吼。是咱有咱业者吼，按咱规尾虱目鱼吼，甲变成伊去做成规尾安尼拢会当食。吼啊，伊连伊的骨吼，伊怎伊做了连伊的骨含伊的翅吼，含伊的鳞，拢有法度食。啊，伊规尾甲真空包装起来吼，会当放一年。啊，所以即尾即阵伫东南亚吼，啊伫日本吼，嘛拢有来报道即尾讲要哪推广啦。比如讲有的所在伊啊若是较无鱼啊，伊会当按即尾鱼啊推广去遐互来食。是。哦，那么哈，我咧想咧，咱当然啦吼，伫农业科技的所在、渔业科技的所在吼，伊安尼做认真吼，希望讲甲咱的乡亲吼，拍通因更较侪即个通路啦。我知影即摆全联嘛，讲有甲咱有合作啦吼。那么未来还佫有啥物计划？阮就是讲，除了含全联前23仔含全联有一个合作吼，因为咱全联有超1000间的店吼，对，咱就利用伊的这个通路，咱要按咱台南这个上好的这个沙白鱼吼，透过伊这个通路，互咱按产地台南推广到咱台湾每一个门市去，互大家做伙来食材来食这个沙白鱼。啊，其实阮含全联吼，伫这边的。这个活动吼，会增加伊全年的这个销售额，对，增加60%啊。哦，是哦。所以变讲是帮助伊呢。所以这个应该讲双方拢，就讲互相嘛吼，嘛让把阮台南的这个沙白鱼相辅相成，会让推广出去啦。啊，当然除了这个全年以外，阮即马阮过来嘛是含相关的，比如讲百货公司啊，还是迄个大卖场吼，要那个按咱咱这品质较好的迄个台南的沙白鱼，咱个推广吼，咱愈侪观众朋友，还是讲咱全国朋友，大家会大家来享用。是，那么咱今日感谢吼，咱农业局渔业科吴国林科长来甲咱来介绍吼，咱虱目鱼的这个文化季啦吼，会记哦10月9号开始吼，咱的这个虱目鱼文化季就要开始啊吼。那么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咯，咱台南乡亲行，我们下次见。